2018年的公投议题，选择进步价值的考验。今年2018的11月24，是台湾4年一考的地方选举投票日。这摆，咱毋但爱转票选出县市长、县市议员、里长，还阁有10张公投票爱领、爱转呢。大部分的人对地方首长甲民意代表的选举较了解，对公投煞是无啥啥。咱遮就来简单说明。公民投票就是邀请一个国家内有投票权的公民做伙来投票，通用投票的结果所展现的民意来做成施政的方向。公投常在是针对要紧的国家社会议题来举行。比如2011年，冰岛的公民反对用税金兴国债；2016年，英国的公民赞成脱离欧洲联盟，都是近来伫国际上透过公投来展现民意、决断国家政策的实例。早前台湾的公投法是有各样的法律，致使过去6摆的公民投票拢总无效。公投法伫今年修宪了后，较正样啊，民间团体就提案纷纷，三者要来试这支公投报道，敢有影真正来？这摆要听候咱注意的公投有10个案遐济，虽讲遐济案，毋过其实是2款倒饼佮3组的价值命题。中国国民党、下一代幸福联盟甲支持原住民发展的人提出的7个公投案是一款，运动家基政甲婚姻平权推动小组提出的3个公投案，佫是另外一样。中国国民党提出第7号到第9号的公投案：7、逐党爱减少1%的火力发电；8、反对扩建也是新起火力发电的设备；9、禁止日本原住民在区域的食品进口。第7甲第8号的公投案的诉求，都是要减少台湾的火力发电，煞无考虑到咱台湾有8成的电是为火力发电来的，爱透过技术甲设备的翻新，火力发电对空气的污染才会降低。若要逐党减少1%的火力发电，佫无爱有新设备，安尼可能会致使电无够用，空气的污染嘛袂有改善。第9号的公投案，因为日本原住民在下了后，遐的食品拢受污染，所以政府爱一直禁止进口。想一个，改成真有理；想一个，就知迄是无科学根据，吓惊人的好笑话。民间的下一代幸福联盟提出第10号到第12号的公投案，这3个公投案理由都共一个，对同性恋的反对。因认为同性恋袂使甲其他人平徛起，所以民法爱限制查甫甲查某才会使结婚。同性恋若要做连理，就爱另外创法律来规定。民法袂使互同性恋使用，因阁认为袂使教国中甲国小的囡仔认捌同性恋。第16号的公投案是要废除电业法的第95条第1项，核能发电设备应于中华民国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。这个公投案若过，2025年恢复加园的目标就随破功。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公投案是含糊，佮欠缺科学根据。下一代幸福联盟提出的是充满歧视佮违反人权。第16号公投案是支持原住民发电，反对恢复加园，嘛妨害台湾绿色能源的发展。这个议题代表的敢毋是保守建构的价值？运动家基政提出的是第13案，用台湾的名去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。这个公投案是希望咱为 Chinese Taipei
中国的台北的政治缩绑呢讨棒，行出台湾正名独立建国的一大步。婚姻平权推动小组提出的第14号公投案，是要求宪时民法对婚姻的规定，同性婚姻嘛下用。第15号公投案是要求伫国中甲国校呢的性教育，爱有感情教育、认捌同性恋的教育，甲认捌男女性别的教育。这两个公投案追求的是同性恋甲其他人的法律平权，以及实在去做性别平等的教育，唔通闪避性、同性恋这个议题。13、14、15这三个公投案代表的是台湾建国、保障人权的进步价值。看来这摆的公投案实在是进步价值甲建国思想在顶高机呢。所摆11月24的选举，毋是简单要选出未来4党的县市长甲民意代表拿定，嘛是透过公投来特选咱的价值的考验。咱的选择终其尾会影响台湾的未来。毋望咱大家拢来拒绝建国思想，甲进步价值应声。